来乡亲啊，这个农历的7月，俗称是鬼仔月，是充满着禁忌的一个月。台南府社摒观光来举办上强查某鬼的散步导览的路线，由导览老师带大家来游台南听鬼故事。台南府城是台湾上早开发、历史真久，所以充满真济民间故事。配合过了7月，市府特别规划真好派主题游程。那透过这些景点，化阴为阳那化暗为明，专家的口中来陈述这样的一个路线，这个历史的铺陈故事，然后让大家来参与。观光旅游局透过记者会宣传，为今日开始开放120回免费报名。时到卖准备府城封庙的册式，和樱花宫讲着尊王加持过平安符啊，正做参加礼，和每一个参加导览的民众出入平安。市长也邀请大家来听故事游台南。看完了这几个庙之后，要祭五脏庙，所以来享受在孔庙周边的一些美食。邀请大家来试点亮的主题游程，听讲消息一个发布，名也就拢红抢了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